位於新光三越台南站前商圈附近的萬昌街，是真濟少年人假日時街頭聚集的所在。這間由着台南在地青年團隊日月山上發起蝴蝶節行動，除了邀請台南知名美合品牌華裔用大型的蝴蝶結包裝街頭的整地，化身這位大型的音樂禮盒，這位府城建成300棟的生日禮。府城就是因為其實台灣府就在我們這個附近啊，所以我們日月餐上呢這次來發起，就是由我們自己來包裝成為一個很大的一個禮物音樂盒，好，然後讓這個週末的時間呢，年輕人都可以來到這個舞台來做這個音樂的演出，跟大家分享這些音樂。那同時這樣的禮物就是為了致敬我們台南府城300棟。對，那不止好吃好玩哦，我們這邊還有這個新的一個美食會在這邊開始曝光這樣子哦，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到台南來，能夠慶祝這個府城300年。那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在號召有更多的在地店家哦，當他們支持這樣的一個台南專屬的活動的時候呢，他在店家前面只要掛上這個蝴蝶結，我們一樣會在宣傳影片的時候來去為店家來做曝光，借此帶動更多的商家的生意的一個人流這樣子。大家攏知影今年是咱的建成300年啊，其實較早吼，伫咱的萬昌街哦，就伫咱的城內，就是最歡迎的一條街路啊。因為咱時代演變嘛，還有咱商圈者吼，咱這的頭家娘的努力，咱即擺其實變成一個咱台南潮流的代表。所以咱今仔這個蝴蝶結的行動是由咱在地日月山上發起的一個活動，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響應也歡迎大家一起來逛逛這條代表台南靈魂的一條老街有很多的藝文的古街巷弄也有很多我們的美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一起來逛逛。這個活動除了蝴蝶結大型的音樂禮一頂場就吸引不少少年人的眼光。另外，日月山上音樂盒還有少年人專屬的舞台，店家將連續3個月，在每禮拜六邀請樂團來演出。無論是專業的樂團、剛出社會一場新鮮人，或者是擱咧讀冊的精緻音樂人，攏會用來報名登台。業者表示，慶祝府城300棟，發起蝴蝶節行動，除了號召閣仔儕店家來加入。另外，業者嘛強調，只要民眾有想要分享的聲音，因攏會用來將街頭變成舞台，歡迎閣仔儕好食好耍的店家共同來響應。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